思想不一样，看清就好。三观不同，笑笑就好。有些事不必说清楚，有些事知道就好。不必说破，不必言明，真正只会在自己心中，不在意别人，只鞭策自己，证明自己，肯定自己。就算最后独自登顶，四周虽然没人喝彩，却见一切烟消云散，晴空万里没争辩，不需再言语。